创立于1914年的台湾总督府台南中学校，是台湾第一批的公立中学校，甲台湾总督府台北中学校共一年来设立，比伫1922年才成立现主时的台南一中，搁较早8档。为什么较早设立的，即马叫做台南二中，煞毋是号做台南一中？这段二中变一中，一中变二中的故事，刷落来，互我来讲分明。台湾总督府伫1914年发布告示第72号，自5月11号新设的台湾总督府台南中学校，主要要予日本籍的青年来读，学制是5年制，完全中学。1922年的时阵，台湾总算有文官来做总督。第一任的文官总督田健治郎，伫4月1号颁布新台湾教育令。伫初等教育方面，分做2个系统：定用日语的囡仔入小学校，无定用日语的囡仔入公学校。中等教育方面，实行日台共学制。中等学校交由国州管理，配合台南州立台南第2中学校成立，为着要分辨，改做台南州立台南第1中学校。9成是日本籍的学生，1成台湾籍。1945年二次大战了后，联合国委托国民政府前来管理台湾，煞演变成接收台湾，将学校改做台湾省立台南第2中学，学制由5档改成初中甲高中各3档的完全中学。原本的台南州立台南第2中学改成台湾省立台南第1中学。
1961年8月，政府推行新办高中县区办初中，又搁改名做成立台南第2高级中学。2000年2月1日，因为动省的缘故，改为现主席的名，国立台南第2高级中学。转世两极情，好像天上摘下的星，天上的星再不走，不如转世自己。转世两个光，好似彩虹一模样，彩虹只在山顶，不如转世彩虹。我爱转世两极情。我爱转世两个花，我爱转世两个地，我爱转世两个。看，喏，现在才一起拍拍手，好吗？哇！转世我爱你，我爱转世我马长。